来关心花莲市的建国路一段一大趴远的木材工厂，伫早暗熊熊大火烧，而且这个火是烧甲真猛，也加在是无人伤亡。只不过讲目前也找无这间工厂的业者，今日导火原因嘛，搁爱调查。熊熊的这场大火拖真紧，乌烟窜到天顶去哩。昨暗花莲市建国二路一个废弃的木材厂，唔知什么原因突然间大火，火势不止严重，附近的民众赶紧报警。就是因为我爸爸在忙的时候，后来就突然抬头看，然后就已经着火。我收起来的时候，大家就赶快叫邻居移车啦。以前伫咧做木业的工厂已经停工要到20天，这嘛是遭获其他业者使用，初次赶来现场也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。只敢若知影内面有放真侪水老茶，所以火势愈烧愈猛。还蛮多块木的，这次收很多。对，漂流木，蛮多的，满满的。早期是做木业的，那因为木材渐渐的那个落寞了，所以之后他们就停业。伫咧现场也阁停2台小客车，规个木材厂拢着火。总计炭烧的面积大约有300平，消防人员做3名同时拍火，真紧就把火控制掉。总计派遣了各式的消防车辆18部，警消以及义消合计58名。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火势，也没有造成它的延烧。大火甲暗暝的天顶照甲光显显，好在在无造成人员伤亡，不过一直拢无法度联络到承租的业者。所以详细大火原因一个损失，一个等火调科人员进一步调查了解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